埋嘅個背心，可以用可以唔用。如果你唔中意着呢個咧，你自己襯翻你自己嘅背心咯，露翻長少少，係啦，因為我覺得件衫都幾靚，出邊呢一件。咁呢個係大家可以打深灰或者黑色啦，都明㗎啦。不過大家收到貨會係深灰色嘅，係啦，深灰色。好，我自己我就會咁樣襯，裏邊襯件長少少嘅打底。我自己就會咁樣襯咯。呢個大家 bra top 咧陸續會收到貨㗎啦。咁樣襯有翻個交叉帶咁樣幾靚。我睇下個顏色先啊，睇下點打先，大家。我深灰、淺灰、黃色同埋杏色。咁我 hold 多5秒鐘咧。而家睇緊嘅現場，所有觀眾要買現貨嘅可以打出嚟咧，仲有少少現貨嘅。好，呢位 Angel Leung 歡迎你啊！琴晚你都屬於貓頭鷹喎，呢個時間先見到你。我幫你 keep 一件現貨下。好啦，咁我哋應該咁啊，多謝阿蛋妹咧示範添啊！咁而家現場咧，我哋餘下嘅顏色仲有兩件嘅深灰、2件淺灰同埋2件嘅杏色。原來小英冇有打嘅，真係幾靚呢件。裏邊咧，如果我會襯翻件黑色嘅背心咁樣咯。咁有少少小性感咁樣，但係就唔細件嘅呢件，因為都幾彈性嘅。咁我着緊呢個係深灰，咁全部有埋件背心一套㗎啦，送埋俾大家。係啦，4個顏色。好，小鸚鵡加嘅深灰同杏色見到，幫你 hold 起咗㗎啦。好啦，咁啊最後呼籲咧，而家已經剩翻1件杏、1杏1黃、1深灰，反而2件淺灰咧，仲有剩翻喺度。咁我讀一讀名咧，亦都順便完咗個認購啦。咁有現貨朋友有小鸚鵡、Candy Chan 同埋 Angel Leung，多謝呢3位觀眾啊！好，咁麻煩幾位咧，可以而家做一個截圖，5秒時間，多謝你哋。好，倒數5秒 cap 圖啦，各位，5、4、3、2、1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 ，OK。Candy Chan 我幫你 mark 咗個黃色㗎啦，放心。你好早打已經幫你 mark 咗。咁啊，天啦，Young要深灰，雖然你遲咗少少。深灰冇㗎啦嘛，真係。有，而家就冇啦。即係我係咯，我收埋佢可以。幾靚啊！呢個即係起碼服裝嚟講有翻啲朝氣，唔使個生活咁悶啦。我有時而家都係咁嘅，行街咧男裝已經好缺乏，即係呢5年內咧我都覺得係買嘢都好冇咗行街個樂趣。好悶啊，係嘛？嗱，你等我分享完先講。
即係我想將我嘅心聲咧，亦都代表咗好多我個年齡階層嘅所有朋友。因為我哋以前嘅消遣咧，即係 window shopping 都係一種消遣嚟㗎嘛。你有時唔一定買啊，睇下啲靚嘢，人哋 show